前个世界引来引污，引来引暗，相信这种立场是非常崇高、非常严枉的哦。台中董事有一个乡亲古木法，以退伍过后，受到死神经为所征，为20年的时间，以引来引看唔清，到最里面完全看唔到。多到安尼个打击，以偷偷摆非常设置，来播点的哟。为咪古木法相信。老天公天朝为留条路本人行，对生活开始以后能自家来治理，还拿包装用嘅 PE 大叶，变各种嘅手工艺品来卖，改善自家嘅生活。向下来认识一个参与不菲嘅乡亲。了到又将又使用嘅手工艺品。材料当贴片，系用 PE 袋编界，同时版包装用嘅塑，变化出各种造型嘅人，系了为63世纪古木法。都咁样都无聊诶，按照人卖，以前嘅1.5太板啊哈，都包装泥啦，咁嘅话来带，按网上拿啦，按只网电网都做得磨哈。做到这个，按怎都有装个模具做蓝。详细看下那古木法嘅模具，当场有到模样款，其实你下个机係完全看唔到。本来视力正常嘅機，退伍過後唔知乜嘅原因，模具看東西，閃閃會黐到蒙蒙。我都冇啊，去檢查到講，這個所以嚟講，個視神經萎縮呢，屬於一種那個變性色。像一種色盲片啦，按他都邊度按木將件配件從配到600度，佢配個配唔行啊。木具出問題，古木法冇限定對抗，連本人都唔敢拖，強怕牽連到劈殺。時間仍然過劈，佢拖在場罕見平時嘅戰爭當中，閃閃行到是派別人。以前木具哈，一個都四面八方看得到沒有？這是看黑白的。人講起勁點點冇聽到啊，碉堡，我都喺路往邊碉堡，有聽到就看到，冇聽到就綁落去。各種想得到嘅治療方式，古木法弄試過嚟，就係無法度。當場也只是得點點接受看唔到嘅事實。檢查一擺就屈住一擺，你知道？冇去檢查就冇法到底。你檢查這種判無期徒刑嚟，冇法度醫嘛。42世紀人，古木法連藝術工都看唔到，先講到閒存藝術嘅希望也停滯無拍。就講跟以前講手術後啊，會恢復10年前的視力嘛。那個基本冇法度啊，那個是完全失明。事實上，他們做研究都很好啊。這開始做下是錄到嘛？冇有，你也冇有。你個大鐵我冇錄到就當天。就這樣，誒，較關係個是這樣嚟，誒，當為好些。第我錄到，他這就真關鍵嚟個。雖然看唔到，不過生活方面，古木法攏是在自家治理，因為做到閃閃看唔到嘅事，就已經做好另外嘅打算。廚房嘅東西啊，像安尼紅椒一件，落油還是多。就將打開來，佢一條就係咁，就嗰啲個煮菜煮湯，我屋計罐嘅屋計要嫩喎面，要夾旁啊，嫩嘅喎面，屋料就嚇，點進水冇電條，因為水就乾啦，反正自家心裡會真準備上真行啊，就。到了完全看唔到嘅下，做下地包嘅事情，古木法差唔多已經當熟練。所以先講到係你無法度接受看唔到嘅事實，前世當結通，差唔多為起點，國家主角所有嘅人際關係，而是到了7、8年過後，將慢慢看開。冇看自家唔去，你看自家唔去啊，自暴自棄落去啊，我哋就關係冇呢法度話題，冇法度話題啦。咁樣情況正常，講嘅就樣。都脾氣暴躁，你咪過後班你生意，
你看喜乐的哦，你买过来，你后半年才你看吗？郭大哥，早。做嘛个？做梅花。呀。那。真香。有真正。用年来，社工张春英拢为天气来做居家照顾，关心生活状况之外，还为天受变数环境。这家创期这家若有韭菜金，如果突然你种都当我做，几乎恐怕阮哪做久吼，靠唔到啊地方，几乎安尼大种米下啦。按来来的时候，都会搁食像哈内方人无出奖哦，搁提出下尔。张春英讲，大摆变数还算轻松，因为顾问法拢同自家照顾个当好，所以唔是久久个时间，做下停下就是个变数拍。叫。有，你记不记得怎个？系啊，150呢。150啊。嘿，头先迄尾较无限，因行上行下。呀。还有真重咩？可能係有人來採訪，本顧問法要較緊張啲。唔過大擺在社工來做居家照顧，顧問法拢會當歡喜，因為有時得出門行咧。好哩。唔是冇啦，冇日頭啦。佢比做男做只無限，係冇？尤其古場連接社工對顧問法嘅關懷，社區嘅風度，安尼嘅畫面當危險。老張啊，恁幾耐也幾車過了？我很唔啦。嚇。糖會有條講呢種，弄東人落嚟。他要是冇啦，咁就看下啦。我帶幾時？差唔多1點鐘，來回1點鐘。一般咱若較涼的時候，唔只有要去北山行較遠，時間較長的時候，要行較遠啦。通常係星期四時間3點鐘啊，一般啊要行較遠，熱都冇行安熱，啊較涼要行較遠安尼。因為佢冇住看唔到哈，所以講平常啊冇來佢冇法度行安嘢啦，路外行啊，他佢跟那是在帶佢個木船慢內行嚟啦，按下來的時候是在帶佢行開嘢啦，他就是要運動啊。看唔到嘅熱，顧問法已經當慣咧，就算冇做頭前攏係無壓，佢喺呢套菜色嘅編輯世界度慢慢建造，以示自家嘅能力來供熱。這個喏，唉，有些木做講土同佢跳井哦，啲木做看冇都行亂啊，做了是的。10多年來，顧問法可能雙手編輯改善自家嘅生活，托付啱嘅世界地位，有社會嘅溫情，本期唔係故事。顧問法講，雖然係天公伯判嘅以叔叔恩情，唔過佢已經當滿足。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想自行去提供，每場同人哋聯絡，再會。
了。